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台语台 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下晡4点，警消找到最后一个伫双溪虎霸潭失踪查某囡仔遗体，这站意外去工作上6个人罹难。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即马当咧规划，互所有住过 AZ 第一档的民众接落做 BNT， 上紧11月初就会开始。美国上新的研究，借用往生者的身尸试换设计好基因的提油脂，人体成功无出现排斥的反应。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新北双溪虎霸潭民众互串楼冲起意外。今日下晡4点，警消成功找到最后一个失踪查某囡仔遗体。这场意外结局造成2个大人、4个囡仔不幸罹难。搜救人员将姓刘女童遗体送去担架看背部，新北双溪虎霸潭6人互大水冲走。警消经过6天的大动作找找，伫伊下晡接近4点的时阵，伫个平安潭对面的河边草坡当中发现女童的遗体。从虎寮潭一直到水库之间我们派了20几个人去找，所以在下午的3点47分在平安潭对面的这个草丛上，河道的这个草丛边左侧河道的草丛边找到了刘姓同学。为10日尾暗仔案发到即马，警消一直来搜查，伫伊考虑溪水面下降真济，溪底草甲石头拢露出来，还佫加派4只搜救犬协助找找，以人脸方式地毯式找找。找到女童了后，遗体已经送去病院，请家属指认确认身份。送到万芳医院去做家属的一个确认。那初步我们看他的身形，还有身上穿的衣物初步判断应该是类似因为这个案件总共造成2个大人、4个囡仔死亡，其中一对父女加兄妹警警暗时除了赶去病院保验以外，检方这几天还佫陆续团团参加出团的领队。初步清查，他公司成立大概是107年。那我们近年的资料我们都会一一调取。只要是公司有他们曾经办过的活动，然后里面的人员，我们也都会逐步约谈。检方指出，专案小组透过调发公司活动资料，甲团环证人调查清楚每一团出团的安全准备，甲造成过程这细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咱增加2例带病入境，本土甲死亡的个案拢无搁增加。疫苗的方面，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是表示，因即马当咧规划第13期的疫苗，开放予所有做过 AZ 第一档的民众会当接落做 BNT， 上紧11月初就会开始。搁出现带病入境的病例，而且是做过3档 BNT 疫苗搁去划到的个案。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日1摆是本土零确诊嘛零死亡，不过新增加2例带病入境的病例，其中暗号16458是台湾少20多岁的女性。捌做过3档 BNT 疫苗，拄发病的时阵有咳嗽，结果就是讲是气管的冷气伤冷，落尾检疫期满采检才确诊。在10月6日入境，那一直到10月17号开始感觉有一些咳嗽症状，在19号在检疫期满前采检，阳性确诊。也若注疫苗的部分，卫福部长伫个研究扩大新冠疫苗2档组无共排组的计划。目前敢若开放头1档组 AZ， 第2档组莫德纳。优先注射的对象除了医事人员、中央甲地方官员、防疫车队甲国际航空机组员等等第1类至第3类的对象，还佫有做头1档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人。未来第13期的疫苗会扩大开放，予头1档做过 AZ 超过10礼拜的人，这人第2档会当做 BNT 疫苗。下个月或者说第13期我们可能会依据到货的时程，规划 AG 加上 mRNA 的混打。另外，有国外学者表示，全球差不多70%的国家已经放零边境的管制，台湾嘛爱思考讲安怎互国内疫苗注射的资讯甲国际流通，透过疫苗护照，互做过2档疫苗民众会当快速通关。不过，卫福部认为讲，第2档疫苗的注射率至少要超过3成，才会来考虑。要达到这个边境管制的调整，可能这个第2剂的覆盖率呢还要再更高一些才可以，一定是要超过3成啦。最近国内疫情有较稳定，最近疫情警戒有机会为2级降到1级。外界关心讲降级了后，实联制敢会来取消？针对这点，陈时中强调讲，若是向取消实联制，当佇佫出现稳定的传播链的时阵，中心要来启动又佫上慢。
所以未来防疫警戒就算是降级，是连这嘛袂取消，至少会持续到明年年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疫苗注射率已经破60%，不过注射了后死亡的个案嘛是有912个人。虽然讲也大部分拢无确定死因，卫福部长陈时中就表示，目前有5个死亡的个案已经经过专家小组鉴定，判定因的死因甲疫苗无牵连，所以袂法受害救济。做新冠疫苗了后死亡的通报个案，台中市21向增加5件，其中4个注 AZ， 1个注 BNT， 4个查某，1个查甫，其中1个23岁女性无破病的记录。2案解剖了后，初步死亡原因是心脏病，1个是白血病。市府对于疑似疫苗接种后死亡的个案，都会主动关怀并发放慰问金，尊重家属预防接种受害救济申请的意愿，协助收集相关病例资料送中央审查，以厘清死因与疫苗的相关性。以20做例，不良事件119件当中有12件死亡，包括 AZ 8件、莫德纳3件、BNT 1件，其中 AZ 上侪岁是89岁 ，BNT 1件是45岁。案例就是 A 类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23岁到89岁之间，那是接种疫苗后4天到83天之间发生。根据指挥中心公布，到这个月15，注了后不良反应事件的受案数有7347件，其中死亡的有912人。因为心血受害救济案，一件平均需要半年的时间，也和外界这个时间相久。有没有确定确定说因为疫苗而产生死亡的这个案例出来？我们只审定了5例死亡的个案，那现在目前都没有相关。因为每个都6个月，那现在1000多件，到年底如果暴增到2000多件，怎么审议呢？我们会增聘专家，来做协商啊。第二个，我们开会的频率也会增加。陈时中希望调疫时间会当为6个月缩短到2个半月，不过因为数量未少，各界拢希望加紧救济进度。记者综合报道。调台疫情伫咧国外炭烧，咱台湾加强边境管制。明年春节回乡的民众已经开始咧抢订防疫旅馆。有业者就表示，12月底到1月房间拢已经订了。检疫的天数是不是要变短？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状况人可以减？这台综合来盛况买，看安怎对防疫影响最小，但是也可以得到最大的量能。在今年过年过得早，所以在1月底开始过年往前推的话，应该是说在12月底，目前来讲的话，几乎防疫旅馆的房间全部都客满了。根据目前的规定，对国外登来台湾，拢爱去防疫旅馆，也是集中检疫所大14天。但是中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明年的春节的防疫规定。做过2档疫苗会当伫厝检疫，也是检疫的天数会减少，拢伫咧讨论范围内。代替伫咧宜兰的车头到底是要去伫倒位？交通部已经开7000万评估，经出4个地点。交通部长王国材将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了后，佫提出2个新地点，讲是参考在地人的建议。不过这4个地点都已经完未煞啊，即马佫加2位，敢会牵着交通发展呢？王国材就表示，当盘以来会决定上尾地点。高铁延伸去宜兰站选地点的问题，除了4大方案，即马佫标出加第5案甲第6案。交通部长王国材回讲，加出这2个案是地方提出的建议，要需要进一步来评估。到底有没有第5方案、第6方案？的确在地方有包括。这里谈到宜兰到县政中心中间可不可以设站？既然委托顾问公司在做综合规划，这些声音都会把它纳入我们的评估。不是宜兰，不是4城，有第5案、第6案。这个要按你们现在是在玩模拟城市，还是玩大富翁？7000万的计划是不是就是打水漂了？各地方他会提他由下而上的计划，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在宜兰这个问题。到我们综合规划开始会考虑到这个问题。高铁延伸去宜兰的站址，原本规划4个方案是宜兰、四城、罗东甲宜兰县政中心，即马佫新增加2个案。第5案是伫宜兰站的南平，往冠滨大道甲中山路迄卡兜，是伫宜兰市都市计划区。现在第6个方案是县政中心的南平，伫宽市东路甲台九线附近，迄块内大部分是农地甲农舍。高铁延伸宜兰站的书面报告，敢若列出4个站址的优点甲欠点。有立委质疑讲，新增加的2个案是拢无讲到半字，
王国财证实讲，20已经有甲立法院长游锡堃来说明。院长讲，除了4城以外，其他的站址伊拢无意见。你昨天有跟游锡堃院长报告，游锡堃院长的态度是什么？他讲除了4城以外，他没有意见。他请我们尊重专业，然后我们就去做评估。工程专业的问题，我们尊重专业，不要政治的干预、政治的介入。一直秉持这样，所以才会把宜兰设站的困难提出来哈。所以我这个本来就秉持这样来做。有公开4个地点，也是由顾问公司来评估当中。若新增加的2个站址，嘛会做伙纳入去讨论。另外，宜兰高铁的地点，当时才有结果。王国才表示，宜兰铁路高架化综合规划报告会伫年半以内出来。也让宜兰高铁站上尾决定的地点，目前还无时间表，不过未比高架化还较久，讲会伫年半以内就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宜兰高铁宜兰车头的地点，即阵佫加2个方案，这2个地点拢伫咧宜兰市内，一个伫咧原地宜兰站的南边，一个伫咧观景中心的南边。这2个方案公布了后，赞成甲反对的声音也是同款真多。有议员就认为讲，若是地点差无介济，所谓只是加麻烦的。关闽大道中山路车路2边的土地差不多拢是农地，也毋过挖近宜兰火车站，是一块不加快的开发区，也是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共同提案高铁延伸宜兰的方案5宜兰新站，也毋过有前宜兰县所有店长认为讲差不多，而且共站无共铁去路，较输宜兰站。2个第5、第6啊，都是在县政中心，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嘛，没有意义嘛。都南侧的一个前一个后嘛而已。它将来在整个建造的时候，可能共站它不能共轨呀，它必须要另外一个设一个铁轨。另外，还有交通部所拟定的第6案，伫观景中心南边宽市东路台9线这块呢，这块农舍农地较济，真侪人赞同。只不过议员认为这是政治压过专业的方案，因为路的面积小，讲较输观景中心站。鲁中路遐。迄面积伤细啊！你好，你拖落来甲我要县政中心遮第6案，甲县政中心差不多啊，结合嘛。宜兰站的站体以后会是32米高，林森路跟宜兴路啊，又是那么窄，在速度上假如要提高，也蛮危险的。所以有人在想说，是不是往南移？不过，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对新增改方案是真赞同。即马这个站址并无看到完整可行性的评估报告，所讲的站址拢干那讨论尔。联盟立场很简单，3个：第一个公民参与，第2个资讯公开，第3个选址透明。不管你设在哪一个站点，我们都要求这一些。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会听民意，所有的新增加方案拢会纳入考虑。宜兰县长林姿苗指出，县政府主张伫观景中心设站这个立场无改变，希望中央赶紧核定，协助发展宜兰的交通建设。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有专业技师去高雄城中城大楼会勘，不过工务局是无详细说明勘在细节。因根据这边的说明是讲，因为上济住户烦恼的是因无所在通好转去啊，所以高雄市府就表示，因会用社会主体的方式来互居民有所在通好住。一群人伫安全部进入高雄城中城大楼，因是土木技师工会的专家，甚至要搁鉴定大楼的安全。市政府干部局无愿意讲，敢若表示调查得要过一段路，然后结果会统一对外说明，袂少住户对未来唔知要安怎，连倒位徛起都唔知。还是要有社会住宅的哈，因为我们这个民众都是属于比较弱势的民众，好，那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过去，不管是在我们的社福的资源，好，有一些这个安置的相关的一些处所。市政府规划以社会主体方式安置，捐款到21日下晡3点已经突破2亿。城中城大火造成严重死伤，也引起全台湾对主体安全的关心。消基会南区分会也请消防专家来演讲，提起到个人对房屋保险的观念无亲像外国遐尔重视。建议政府会当有保费优惠，鼓励大楼投保，以免意外发生的时阵，唔知要安怎。在法规上面，尤其在保险相关的法规或者是营建相关的法规上面，能够呢让我们定出一些比较明确的规范。只要这个房子呢，它的火灾或者各种防灾的条件到达一定的要素，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保险下降。
消基会南区分会表示，除了有国外保险观念，也建议大楼应该公告消防安检现况这细节伫公布栏，保障住户知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台积电南科再生水厂原本按算是后个月底要完工，不过今日早起工地说是导火烧，加在无人伤亡。初步判断可能是施工油接的火车造成的火灾，目前已经停工啊。台积电表示，因的火是无拖到手房去，被影响到营运。乌烟冲甲天边，台积电南科再生水厂工地1日早起11点传出火灾，警消赶到现场救水线拍火，紧急疏散200人，有2个员工受困，好在被及时救出来，无人员伤亡。原本它是在另外一个水池里面，水深大概水下距离地面的深度大概10公尺左右，我们使用关东梯把人员带上来。初步调查，技术施工电焊无细致引导泡棉，这是国内第一座民营再生水厂。按算下个月底完工，这摆拄到火灾事故，是不是影响机程，真受关心。南科管理局已经命令现场停工。那未来会有中鼎卖给台积电每天2万吨的再生水，那不会影响到后续12月要正式运转的一个时程。其实是中鼎那个自建营运，就是我们会跟他买水。台积电表示，厂房无互火烧着，袂影响营运生产。再生水厂完工了后，才会转移予台积电。而使用南科污水处理厂的放流水，经过净水设备处理，未来逐工应提供2万吨再生水，加上台南安平甲永康的再生水厂，南科厂区逐工应使用6.7万吨再生水。记者综合报道。普悠玛并且事故已经满3档啊！这件事故一审判决，敢若司机员方判刑。罹难者家属今日就出面表达因对判决的不满，质疑讲代替有隐瞒真相。交通部长王国材就表示讲，伊是尊重刑事的判决，嘛强调看当时的代替局长在内，已经有30个人受行政处分。10月21号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日子，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了。那么，如果台湾的司法还要这样子的欺负我，短短几句话，说是无奈甲唔甘。代替普悠玛事故进行一审宣判出来，只有代替司机员尤振中判4年半刑期，负责验收的2名代替主管拢无罪。到底事故满3周年这一天，罹难者家属佫出面对判决结果无法度接受。我没有说我支持司机无罪，但是他的责任，这一次的责任。绝对不是司机一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还是会呼吁检察官这边，呼吁检察官这里上诉。罹难者家属表示，代替无改进，将责任撒予司机员承担。原本就是司法会做出公正判决，暗过等3年，也是换来更较失望的结果。感觉司法也来配合演出。翻车这个点就是错的。台铁提供的是一个假数据。对，是假数据，对。不止怀疑代替假造数据，罹难者家属认为事故甲超速无关系。代替隐瞒列车总方公司啊，比安全带较加事实真相，一开始就袂当出车，佫无提供原厂保养手册，互相关单位依循。我们认为从车辆采购都有一些行政上的疏失，所以处罚了30个人，包括3任的局长。但是宜兰地方法院的这个刑事判决，这个我们一定要尊重它。针对这案件，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回应，车辆采购有行政疏失，已经行政定处30人。法院的一审判决，伊表示尊重。罹难者家属指控代替隐瞒的事实真相，伫结果进前代替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六就要举行立委单笔位的罢免投票，单笔位今日同款是继续4家加大5万选民该支持。不过有罢免团体就质疑讲，单笔位的选情暗会唔那中央有插手，嘛正做防疫的空棒。另外，区公所今日开始领选票，警方专程配枪护送。遮多路车都受到支持者欢迎罢免投票到头算，单笔位继续步行之路，日依到凌晨争取支持。单笔位表示，这摆投票唔是拿着对决，是要将社会空隙改填起来。我们要把社会的这个伤口、仇恨动员的伤口，把它缝合起来。或许会有空嘴啊，还是讲会流干屁啊，但是为了整个身体、台湾民主正常运作，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罢免团体也伫市场甲街路展开密集邮票，希望相关投票率。
对于投票前一天，单北区电影以民主音乐会方式要办大型暗会。罢免团体认为不止带头加做防疫工作，也积极有院党有暗中的支持。民进党从府院党、总统府、行政院长、立委、议员齐声来力挺，甚至连高铁都很碰巧、很刚好的开放学生优惠专案，俨然就是在全国执政党动起来的情况下，为了要保住你，哪里小虾米？特别罢免投票，工作人员将一箱一箱的选票装箱上车，并系警察的介入。警方指出，自意由各区公所将选票领回存放，警方会全程介入。投票进程也加强各区公所的警戒。全部的那个罢免票运送回各区公所存放。那存放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派警力做种种的警戒。台中市选委会表示，这摆单北区罢免案投票人数有19万4千多人，罢免同意票砍斩爱达到7万3千多张，而且同意比无同意较侪。双方伫投票前一天，拢会办暗会争取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辽宁的信用今日早起有一栋大楼爆炸，3楼以下全部拢害了。附近的街路四界嘛拢是碎玻璃甲砖仔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个人死亡，30多个人受伤。也若是爆炸的原因，怀疑甲天然气换供的工程有牵连。这全炸了，我们都。平常时真闹热的街路，规个拢无去啊。21早起，中国辽宁省信阳市和平区太阳南街一位住商混合大楼，向发生爆炸事故，3楼以下差不多全毁，40位的街路也拢破击，玻璃甲建筑物的残骸碎规涂骹，路边的汽车原来受损严重。行车记录器有录到爆炸的时阵，毋但讲发出真大的声音，也阁引起真高、真大吨的土粉。为悬楼看落去，会当看到大火还阁咧烧。现场看到的人讲，爆炸引起的震动，就那亲像地动。8点半多吧，正在干活的时候，哎呀，老响了一声，叭家伙就震得我耳膜都要出来了。那待一会儿就冒烟了。烟冒，完我们那院的玻璃都掉不少。当局一个开始认定餐厅甲爆炸有关系，后来判定是餐厅所属的住商混合大楼内发生爆炸事故。到21早起11点为止，拢总有3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事故的调查也甲后续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下方是饭店，上方呢是居民楼。而现在爆炸发生这个强大的冲击波呢，不仅仅是使得一栋楼，而是使得周边的多栋楼已经成为了危房，很多的钢筋骨架呢都暴露在了外面。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发生爆炸地点拄啊才完成老旧天然光线的改造。这个爆炸是不是甲时间有关系，目前也无法度知影，有待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欧洲上悬英光的人权奖沙卡洛夫奖，今年的得主是俄罗斯反对派的头人纳瓦尼。不过纳瓦尼目前是被俄罗斯用真侪罪名起诉，当咧坐监无法度亲身领奖。今年45岁阿列克辛纳瓦尼是罗西亚反假钱运动的头人，也是上届有名反对普丁的人。伊的社群媒体有几百万人伫关注，大部分拢是20通岁的少年人。最近这几年来，纳瓦尼镇营办的示威活动规模嘛真大。2020年8月份，纳瓦尼伫西伯利亚中神经毒入狱交曲，被送去德国治疗。复原了后，伊伫今年2月份登去罗西亚，想袂到伫机场就被抓去关。被抓的理由是伊违反2014年早期罪万行条件。欧洲议会20甲今年的沙卡洛夫奖，也就是甲欧洲最高人权奖颁予纳瓦尼。Alexei Navalny has showed great courage in his attempt to restore the freedom of choice to the Russian people. For many years, he has fough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 in his country. This has cost him his freedom and nearly his life. 在1988年设立的沙卡洛夫奖，是以苏联异议人士按照咧沙卡洛夫的名来号名的，奖金是5万块的欧元，是用来表扬捍卫人权或者是民主的个人甲组织。这是欧洲议会连续第2年，把这个奖颁予对抗强权的社会运动人士。纳瓦尼的莫斯科办公室前主任斯坦帕洛夫推文讲，这个奖代表在欧洲国家的目睭内，纳瓦尼是世界级的政治人物，并不是普丁所讲的极端分子。Навальный сейчас являе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мира номер 1
И как бы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не хотели бы, чтобы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эта тема забылась,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олитики считают эту тему важной и актуальной и довольно четко посылают сигнал, что никто не забыл и все требуют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Алексея Навального. 15年的反诈钱运动6月份去法院判定是极端主义恐怖活动了后，拄到真大压力，真侪工地业人士因徛假去互毒袭，而且嘛互限制人身自由。顶个月，罗西亚当局阁甲纳瓦尼提起新的刑事诉讼，要来确保未来10年的时间，纳瓦尼除了监狱以外，伊倒位嘛无法度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纽约大学的医学中心因有一个上新的研究指出，因借用往生者的身尸切换事先设计好基因的治疗剂，人体竟然无出现排斥的反应。这个消息让侪要换药剂的患者有一个新的愿望。纽约大学这个实验是由生技公司的业者事先甲猪的细胞做基因的编辑，甲细胞内底一种会产生排斥作用的去氧血糖排掉。这步伫咧器官移植是真关键。在底有一个负责人，伫在生的时阵就有同意权为体。伊往生了后，经过家属同意，由研究团队伫上短的时间内，用猪的药剂来代替人管的药剂，而且用往生者的血管接起嚟。经过2天的观察，研究人员发现讲，移植过来的药剂伫咧过滤肉抑佫有排肉的过程当中，代谢体内毒素的功能一切拢正常。当然，这离真正活体器官移植来延续患者的生命抑佫有真长的路要行。不过，这已经让研究团队是真欢喜。根据估计，美国有超过9万的患者咧等换药剂，其中每一天因为等无药剂怎行去的人有12个。Right now, we're in a crisis of organ availability. So almost half the people who are waiting for a organ transplant either get too ill or die before they receive one. 不过，目前这器官的来源是专工饲的猪仔，所以有关动物福利伦理的问题，嘛搁一届互提出来讨论。All of us in the positions that I'm in that are involved in looking at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have to ask some hard questions about what it means, yes, to basically develop organs in pigs, which is going to be meaning that you have to produce lots of baby pigs. 不过，美联社的报道指出，有关动物福利甲科技伦理的问题，在这个实验当中并无伤侪争议。主要是因为这猪原本就是为了提供食食来饲的，所以改造是提供器官为目的的问题并无大。因若英国嘛有用猪皮来制作烧烫伤患者皮肤的仪式，所以上大的技术问题要是安怎来做基因的编辑，来避免仪式了后人体产生排斥的风险。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面册创立到今已经满16档啊，今嘛煞风声讲可能要改名。有消息指出，面册执行长为着要整合集团的公司，要甲面册改名，亲像是 Horizon 地平线、Megaverse、元宇宙，拢是有可能的因的新名字，而且这个结果可能上紧后礼拜就会公布。那些底下搭配白色的英文字 "FA" 字体，这是社群网站面册的标准商标。不过未来所有可能发生改变。创立到今麦已经满16档的面册，是真侪人记录生活的工具之一。不过今麦所有媒体报道，面册就要改名，引发民众开始摇新的名是啥物？Un nome alternativo attualmente io gli avrei dato il nome appunto App di vecchi perché così la chiamiamo noi giovani. To be honest, something like for lazy people, something like Facegram will be fine for me. 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报道，并且因为商业行为，打受到监管机构甲机关的批评，暗算要号一个新的集团名当做总公司的名，重新打造形象，而且甲面册当作是总公司旗下产品之一，用新的集团名管理面册、IG、WhatsApp 这些子公司。Im Grunde ist mir das auch völlig wurscht, egal. Deswegen, wenn Facebook jetzt irgendwie anders heißt, ist es immer noch dasselbe. In meinen Augen. 近幾年好多可能好負面新聞，咁可能唔想再啲人連結到可能去 Facebook 啦，咁 Facebook 可能好多旗下嘅 Instagram 啊、Snapchat 咁樣。目前面册已經表示唔願意回應任何嘅評論甲猜測，不過外國媒體指出，面册執行長薩克伯格有可能在禮拜年度大會面頂提出改名嘅代志。相關人士就以新嘅名有可能是地平線 Horizon， 也是元宇宙 Metaverse 來展現因在網絡發展嘅野心。公司新聞台是鄧編譯。
司预计年底要交2台永型高教机。投资者量产的永型高教机，今日早起已经升空做头一遍的试飞任务。另外，花莲的空军基地有一台 F-16A 的战机，将做射击训练了后，机身好亲像出现枪支孔。空军的研判讲，可能是射击所产生的迹象。编号11003汉翔研发第一架量产型永型高教机，日伊出现伫台中的空中。早起11点40分，伫编号11002原型机的伴飞之下，为台中青蛇港基地升空做第一摆试飞。伫中昼12点40分顺利降落，空军按算伫12月底进行接装2架永型量产机，第一批经济教官已经开训，专案会伫115年完成66架教机的数量。训练一个飞行员，我们知道他起到交机训练的是训练种子教官，种子教官再去带飞这些一般教官，一般的飞行教官再去带飞学官，那你每一个都还要2年呢，那你这样的话就要3-6年跑不掉了。中央厅认为年底交2架永型高教机无问题，不过后勤维保的能量是毋是有够？甲无机还未建立，可能加做维修，要赶紧克服。政府教官训练体系免照抄 F51的训练项目，战术运用夜航训练内重新编排，至少要3年到6年。用一架 F-16A 型战机直接执行训练了后，等于花莲空军基地所发现造成大下平机身蒙皮好亲像出现不明枪支孔，初步判断是空中机炮射锤所发生，其他系统拢正常，由专案小组调查。因为 F-16A 所在自空机炮14年前换装的时阵用米制弹药，即马改造各做，有飞官反映过去捌出现卡条例。目前我们现在了解的状况，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他最后还是要等调查结果出来。热烟弹、照明弹、炮弹等等这些，我们的科研单位都有惩治部分的能量哈。但是现在呢，问题就产生说，好，我们要回溯说，这批出问题的哈，说机炮、炮弹哈，是当时候是哪一年哪一月所制产的？就假设1个月为一个停止周刊，而停止周期，或者说1年为停止周期的话，就停用。空军无排除是品质无好的问题，可能是枪支拍碎了后破皮弄到崩皮。专家表示，若证实有问题，至少要停用。生产前后1个月弹药将状况排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顶一任驻中国的大使去年落任了后，大使位一直是由各界官员来代理。但是即马已经有提名新的大使，但是去互提名人 Nicholas Burns 最近的发言是对中国的态度大甲真硬，讲中国未信任值会甲台湾斗提悬防卫能力。另外，国在往来方面，外交部长吴钊燮确定要去斯洛伐克甲捷克访问。美国驻中国大使被提名人伯恩斯20出席参议院联署听证会，甲以往驻中国大使大部分拢是政治人物无同。伯恩斯是资深的外交官，捌担任过国务院次卿。伫听证会上的发言也展现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计划要联名对抗中国，也批评攻击扰乱台湾的行为，会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Beijing's recent actions against Taiwan are especially objectionable. Beijing proclaims that the East is rising and the West is in decline. I'm confident in our own country. I believe that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we can prove them wrong. 几多位议员关心台湾的议题，伯恩斯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也讲到办见证香港的主权移交。而即马中国的承诺拢变做空谈，袂用相信。美国有责任把台湾变做一粒无法度拍开的坚果，支持扩大对台湾军售。We obviously cannot trust China to meet the commitments it's made on the Taiwan issue. Help it increase its asymmetric defenses throug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other countries can do that as well. 同时，美国驻日本大使加驻新加坡大使被提名人，也拢伫咧听证会上讲，会集盟友的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外交部也正式部长吴钊燮会去斯洛伐克加捷克访问，强化台湾加中东欧国家的连结。以具体的行动来阐述台湾的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强劲的经贸实力，以及台湾捍卫自由民主的决心。吴钊燮20日将会先去斯洛伐克，
伫当地地科所举办的台湾论坛发表演讲，所以去捷克接受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颁发国际贵宾的奖章。会晤友台布拉格市长赫吉普，也拿 IPAC 离港伫咧意大利罗马所举行的第一遍会议，因为疫情甲行程的关系，吴钊燮将改用视讯方式参加。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全世界工作时间的排名，新加坡是排伫第1名，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国家。但是咱台湾是排伫第4，比起德国加1.5倍。工会就表示，因为咱台湾的薪水低，劳工就只好优长工作时间，才趁有够通食。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各国封城，经济运作降载，大部分的国家年终工时比前一年下降，台湾也少6点钟。不过2020年劳工总年工时依然排第4，达到2071点钟。以加州来看，只排伫新加坡后边。要讲一句很现实的话，你今天工时短的话，你的收入就短了。一般的上班族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的薪水阶级，有的人是养不起一个家。疫情期间，民众抢物资，卖场员工无应该抢软。台湾家乐福今年4到6月业绩成长，领先全球分店。不过，家乐福企业工会指出，实际领基本工资时薪的员工，所将近一半不少人拢是靠兼职，牺牲休困时间才会到生活开销。我们卖场的形态大概是6:4吧，就是可能正职6000，然后那个 part time 的兼职的有4000。它其实暴露一个隐忧啦，就是你现在一份工作的薪水并不足以支撑的家庭的那个生活必须嘛。在欧洲先进国家，伫年终工时伊倒头算较济，德国上少只有1332点钟，丹麦倒算第2，1346点钟，英国、挪威倒算第3、第4。不过，劳动部官员解释，德国部分工时的劳工占2成，才会有价平均。工会指出，就算台湾全时工作者较济，不过拍下班卡，佮继续工作的加班户数袂少。台湾也是继续改善低薪水，逼劳工优长工时。现实处境，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囡仔较接使用网络，历史网络霸凌的案例是哪来哪济，有将近8成的囡仔认为这个状况真严重，所以联盟就提出来口罩，要伫咧第一线帮助囡仔。100插图画出互人霸凌的痛。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统计，今年国中、高中的囡仔使用网络的时间一礼拜超过40点钟，比起去年的27.2点钟是加真济。历史网络霸凌的状况嘛增加，有78.8%的囡仔认为这个情形是真严重。大概5个孩子里面就有1个孩子曾经遭遇过网络霸凌的这样的事件。我们会发现说，孩子经历了网络霸凌，现实的落差就是8成的孩子以为他自己在遭遇网络霸凌的时候是会求助师长，但是其实呢，大概实际发生以后，只有大概2成的孩子会去求助师长。以往其实在师培的过程，他们其实并没有擅长于处理孩子之间的纠纷或者是辅导的这个技巧。联盟认为，教育部应该要提悬教育现场第一线的老师，面对囡仔之间发生纠纷事件的处理能力。联盟方面，即马推出我想要听你讲赖口罩，希望会使伫第一线协助囡仔。因为孩子其实也需要厘清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他大概可能可以处理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可能我们不是说立刻就给一个很具体的建议，而是会去陪着孩子去聊聊他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再去陪他寻求可能，比如他周遭有哪些友善的人可以初步的提供协助，或者是正式的向学校或教育部提出一些申请。联盟今年搁再邀请艺人严阿伦担任反霸凌爱心大使。严阿伦嘛伫现场分享家己过去互人霸凌的经验，呼吁有同款状况的少年人爱勇敢站出来为家己发声。记者郭宝根、张水台北报道。花莲县的控照税近日因为适法性去互县议会退回，2个月了后，县府阁提出新的版本，调整做3坎的定收方式。投票结果是多数赞成，控照税已经议决通过。花莲县控照税因为起的幅度超过地方税法通则规定的30%，去互控照业者提告。今年8月份，县府去互法院判败诉决定，议会嘛因为适法性拒绝审议。2个月了后，县府调整3种等级的定收办法，日搁送临时会要通过议图，引起大家讨论。
明明知道已经法院判决3审定验的东西已经违法了，也没爱。花莲县控照税一年扣要10亿，是花莲税收上大的来源。不过支出无够透明，互外界质疑这钱是用对倒位去。尤其住伫控区的秀林乡原住民感受是上深，因一直要求县府要公开资讯，不过煞是先等就等无回应。山是谁的？秀林乡的，你们在吵什么？我家的啦！太鲁阁族是公认坐拥金山的穷人，我们很有钱。不是我们在用，因为意见无同款，市长蔡司以徛名投票的方式来表决，结果出席的27个议员内底，有20个赞成县府颁布的控照税，互外界抨击讲地方条例特别法，敢是踩伫法院判决的顶悬。有权利来决定税法是合法或是非法的，是财政部，并不是最高行政法院，所以他去事件。可是目前我们还是透过行政诉讼法提起再议再审当中。花莲县府强调讲，控照税的代志已经4个月无运作啊，损失的税收差不多是3亿外。新的版本按算一年会当定收9亿外。三读通过了后，上紧伫12月份会开始扣税。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关西镇有一块3000平工业地，民众买地整理的时阵才发现讲土地有重金属的污染，赶紧通报环保局来处理。想袂到乌来到地，发现到6米深的土壤拢有重金属，即阵在地民众就真烦恼讲水源的受到污染。这块地面顶出现大量的阴茎废弃物，搁有一空一空乌过分液。新竹关西工业区这块3000平的土地，新的地主准备开发进程，挖到土骹底2公尺，才知影有重金属污染。想袂到进行环境修复的过程，佮发现6公尺深的所在。毛带、水银、甲糖等等的重金属。重金属的东西你埋下去了，你土地其实它的土壤就是已经死掉了。虽然这是一个工业区，但是我们关西的民众有非常多人都还是在饮用山泉水，或者是去取这个上游下来的水。那我们希望这一块土地可以真正的清干净。环保局来到现场勘查，未来会针对6公尺下骹的土壤做验证，再来卖要求整地计划负责人重新提出新的计划。当然，我们会要求它土壤要测到6米以下。那后续我们环保局也会针对于6米左右土壤去做验证。目前我们进度来讲是做到60%了，60%还剩下40%，我们预备在明年中大概就会做。民众希望会使赶紧处理污染的问题，因为这是当地水源头，若是影响到水源，上百人的健康恐惊会受到危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动物敢无法度了解数学的比大小？台师大团队的研究发现讲，斑鸠有判断数量济少能力，而且表现上好的时阵，阁会当分出9加10，这是创下爬行动物上好纪录，甲猩猩这款恒温的动物的比值。2个纸板分别搭红色的大线，长尾龟直接向搭较侪所在爬过去。台师大团队研究发现，长尾龟有数感能力，因讲是创下爬行动物的新纪录。乌龟之前最高的极限是3:4啊，蜥蜴大概也是3:4，一举把3:4推到9:10，这是在数学上面哈，或者是在动物认知心理学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以前都不知道乌龟可以那么聪明。所谓数感是3人比1人较大，这种对数量感觉，动物照数感用判断食面配偶甚至第5族群是少。过去动物数感研究，伫家庭类、鸟类动物较好展现，爬行类动物难度较悬。说这些乌龟它会在你的动物训练过程中修正自己的对跟错的这个比例哈。我们其实觉得那乌龟其实它没有真的算，它是用估的，它可能是用总面积，它可能是用密度，目前还不知道它到底是用什么线索啊。我们只知道说它一估，然后就估出来，然后就走了对的那一边。研究团队指出，利用动物行为分的方式诱导长尾龟展现惊人的数感能力，证明伊比人类所想的较巧。相关研究成果登上国际期刊。团队也希望应改变民众对领会动物的迷思，改善饲因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对于中华森林嘉义甲台南市的县市的蚵仔笼，伫咧9月初时阵，捌认真讲，进口的蚵仔逐年咧增加，已经影响到因的产值。
今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去嘉义东石视察的时阵，农民就趁机会搁再反映中国甲越南的蚵仔拢用真价介绍销来台湾的问题。就是即马目前有一半仔鸡拢大陆过越南，去过越南，越南甲搁过来。蚵农冒着个箱仔向农委会主委陈情，讲中国的蚵仔可能入去越南改变产地资料，才入来台湾。希望农委会会当提出办法。这蚵饭怎么对遐摕越南蚵仔，伊哪有要甲咱摕咱本产蚵仔？越南蚵仔起来成本搁较省。免讲啥啦，因那边的讲较歹听咧，成本俗啦。成本俗的时阵，入来拢介绍的时阵，阮遮较有法度人去得到啥物利润。农委会甲渔业署今仔日配合经济委员来到嘉义县的东石布地视察蚵仔农的机械设备，也毋过蚵仔农是更加关心越南蚵仔进口的问题。下龙湾，它是一个很大的海湾，然后可是它正好是在越南跟中国的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中间会不会有混充，一直都是我们蚵农很担心。看越南的蚵仔人的生产甲包装自动化，真正坦白讲啦。比较较好，这当然比较较好的原因就是农委会这边无做好嘛。陈吉仲表示，刷来为明年开始，今年的投入23亿4年92亿的资金来提升蚵仔生产自动化的工作。目前嘛配合卫福部来加强包装食品标示的管理。嘉义县政府嘛推出蚵仔生产理念，希望保障本土生产的蚵仔。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一粒红红细甲粒仔，亲像红豆的这款籽，号做鸡宝珠，是较少袂少庄下囡仔吃淘米。婚礼的议论原本就有一大片的鸡宝珠，毋过煞是因为游客吞打数量减真济，所以当地大人甲囡仔就决定要来种鸡宝珠，希望会当甲生态找倒转来。婚林议论的四番地保安林内底。有一群大人囡仔，大粒瓜、细粒瓜，当咧种鸡母珠。因即摆种600丛的鸡母珠，希望会当成功保育，恢复数量，也互生态更愈丰富。我们今天呼吁600颗鸡母珠，志工从采种、育苗到现地栽植，大家都非常满心期待，希望能提升。这生态的丰富性。鸡母珠是一种菌类的食物，又个号做相思豆，适合伫亚热带地区生长，是咱台湾的原生种。本地伫四番地保安林内底发觉真好，毋过因为真侪民众会来议论的自然步道行打运动，地区鸡母珠互酸糖愈来愈少。即马重新种鸡母珠，就是希望讲恢复当初时的数量。毋过，这鸡母珠食水水汪水，其实是有毒，得爱细致。林务局也趁这个机会教育民众。林务局其实针对这个把你的这个生态植树，我们采的是这个树种的多元。那当然我们要适地适木。那我们也采原生种为主来做栽培。这届活动也互民众做伙动手整理家乡的环境，也通顺续教育民众相关的知识，包含保育环境、林木无共的食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嘉东乡的玉光国小最近争取的经费，要到校园翻新。学校除了起新的球场、甲新的游乐器材，更较特别的是，伊用在地出名的农产品来设计铁佗米，因的造型拢是西瓜型，咱做伙来看卖。红记记的色水真饱甜，好亲像甜不不的大西瓜。这是屏东县嘉东乡玉光国小的游乐场新器材，用嘉东出名的农产品西瓜做特色，来设计空卡桥、千秋、醋溜龙等等的游乐设施。我们学校的特色其实非常的鲜明，我们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是西瓜的概念在里面的，颜色很鲜明，非常的饱满，然后让孩子觉得很快乐。全台湾有8成的西瓜果子仔，拢是伫嘉东出产。玉光国小长期规划真侪主题课程，带囡仔认捌家乡的特色甲文化。即马佮甲西瓜概念结合学校建筑，加强学生囡仔的在地意识。我喜欢这里的那个游乐场，都是西瓜的样子，很漂亮啊。因为我们家中这里的名产都是西瓜。我们学校的建筑物跟我的作品跟我的课程全部都是西瓜的概念，所以他们是很清楚说西瓜在他心中的这个价值，它就是来自西瓜苗的故乡。有新的球场甲游乐设施通使用，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欢喜。上重要的是在地文化和日常生活会当相结，也真做玉光国小的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北
巴士是香港人的主要通勤工具，那搭车、那渡久是真侪上班族拢有的经验。即马就有旅行业者推出困眠巴士团，用5点钟的时间，互你困到饱，也是你嘛会当点点啊感受地方的风景。这个方案嘛，互地方的观光受一新的出路。 5点钟的双站巴士旅行，为香港新界转弯出发，游客真有兴趣翕相。所来76公里的行程，为屯门公路甲北大屿山公路设一大链，沿路有几个路车休困翕相的所在。想要观光的也会当慢慢享受沿路的风景，想要困的人嘛会当无受干擾，困好饱。平時都失眠嘅，諗住試下喺呢度可唔可以盡情咁瞓一瞓咯。參加之前睇過係有成76公里咁長。 我話可以俾自己差點咁樣。這種會當困的巴士分做3個區3種介紹。上頂站就是專門困的所在，頂站的頭前是 VIP 看全景，下站是建在你翕相的座位。頭一階位幾6點鐘就滿額，可見有一定的吸引力。觀光是香港真重要的產業，不過因為防疫政策的限制，外國遊客無法度入去，業者只好家己創意行銷，開拓新的機會。 我哋作為一間新嘅旅行社，咁希望喺疫情期間都為我哋嘅客人帶嚟一啲歡樂，希望大家笑下。咁所以我哋就諗一啲富有創意嘅產品。業者講，本地通勤上班族壓力真大，定定佇公車頂獨居，當厝上面床煞困袂去，才會促成這個佇巴士困的計劃。 香港大學困眠研究專家表示，香港人普遍困眠無夠，總是將休閒活動、工作也其他義務，放佇困眠這個基本生理需求進前，所以定定佇其他時間困去，過來就甲交通工具甲困連做伙，所以佇車頂佫較好困。公視新聞是會長編譯。明仔載天氣是安怎？咱來看各地頭的詳細資料。 北部地區19度到22度，中部地區20度到27度，南部地區20度到29度，東部地區20度到27度。 外島地區20度到26度。做伙來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聞，我是蘇比，晚安，再會。